當時我腦嘅全部功能都喺度 process 緊邊個係有 Ron， 根本冇留意到莊佩玲講緊乜。佢好大聲咁叫醒我，喂，不如我哋去海旁行下啦，今晚有煙花啊！反正都係得我哋兩個人等，要嚟嗰個都冇嚟到。我即時咧反應啊，同佢上咗去尖沙咀嘅地鐵。喺地鐵上面，莊佩玲望住地鐵嘅窗口，外面一片漆黑。我突然間諗起阿偉，於是我係咁 SMS 問佢點算啊？火車終於開出了，高速進入前面，世界彷彿也後退，我已離開得很遠，起點已經消失了，車上沒帶着提示，搭客開始也習慣，風景被偷偷轉變，哪裏叫做終點？嚇！你問我呢欄嘅點算？我而家唔得閒喎。你而家又去咗邊個國家啊？中東咯，我識咗個王子，佢請我去佢屋企玩啊！有冇見過一間屋嘅後花園係一個沙漠嚟嘅，仲大過香港啊！又沙漠？當年你話香港係沙漠，所以先去行船，結果行咗船啦，又係返去沙漠。你都 short 嘅，似 desert 非皮 desert。你有冇見過沙漠中間有個 swimming pool， 仲有無數咁多個 model 喺度曬太陽行嚟行去咁嘅？個王子啊，仲借咗佢隻駱駝俾我喺佢後院嗰度騎。呢啲就叫做 desert 中嘅 oasis 啦。咁你唔好講咁多啦。咁我應唔應該同莊佩玲講，我就係 Aaron 啊？唉，我只係知道駱駝如果唔行，咁沙漠永遠只係一個沙漠。如果你覺得由天后去到尖沙咀呢段距離都唔夠你決定係過定係射嘅話，咁你就落場吧啦。太多風景尚未看得清，如何能作出反應？下個終點落在哪一個明星？我應該傷感得有點高興，火車終於開出了，高速進入前面，世界彷彿也後退，我已離開得很遠，起點已經消失了，車上沒帶着提示，搭客開始也習慣，風景未偷偷改變，我有我的終點。呢段由天后到尖沙咀嘅距離，冇俾到我足夠嘅勇氣去承認我自己就係 Aaron。